本上写了一段反应。什么？小千看到烟花，惊喜的笑了，但是又后悔。所以我的反应应该是烟花。你刚刚是你的左手绕过来的，对。对，你好像甩飞饼的，好像甩印度飞饼的。甩一下，左手先动，韩硕。海底捞扯面的那个应该就是韩硕。是吗？哎。果然是海底捞出来的。我不跟你煮饭，我怕基因不太好。好荒谬啊！玩也是跟你玩，玩完之后果然说我荒谬，哎，你们要吃这个吗？有点太甜了，齁的。我给你兑点水。嚯，3分半。别吃了，道哥就剩这么几个，还一整部戏得用呢。咔一顿吃，能不能给我拿一个？你要吃的时候啊，我这手我能拿吗？动得了手吗？我看见时光折射出的，我看见时光折射出的花。真有趣 ，interesting。赶紧的，快点，赶紧给姐送嘴礼。抖音。